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3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0篇，撒母耳記上卷第2章第1節到第10節，約翰福音第7章19節到24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安息。安息日伫基督教的传统中间，特别是犹太教传统中，是非常重要一项事。这个概念是开始伫出埃及记20章的记载，然后才再度出现伫申命记第5章第6節到21節。可見安息日伫信仰傳統中間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若會當明白真正安息的意義是甚麼，才會通去有正確的態度來接受啦吼。耶穌基督講，既然勞苦背重重的人通到我這來，就要得到安息。所以安息是上帝所賞賜真重要的禮物，並且是予所有的人的。因為耶穌基督講，既然耶穌基督國我顯現的時陣，學生來甲因請安講，願恁平安。迄是因為因無有平安啦吼。另外，咱若看到今仔日的經文的記載，撒母耳記上卷第2章第1節到第10節，咱看到哈娜的祈禱，哈娜嘛是佇這個無平安的中間。哈娜祈禱講，我的心因為上主歡喜，我的頭因為上主也懸懸，我的喙敢對着來看耀，因為你的拯救予我快樂，只有上主至聖，你以外無有別個。咱的上帝是唯一的保護者，人毋通自高講驕傲的話，毋通自誇講大話，因為上主是無所不知的上帝。人的行為受你的評鑑，勇士的經已經受壓制，軟弱的人得到快樂，富足的予人請，予人情才有通食。夭娥的無閣夭，未生育的生7個，有真濟囝的到落尾無剩半個。上主予人死嘛，予人活，予人落陰間嘛，予人起來。上主予人散赤，也予人上好業，予人降低嘛，予人高升。伊對真愛提拔困苦的人，對佇糞掃堆高尚欠缺的人，予因甲尊貴的人坐做伙，予因坐大位，大地的根基上主建立。伊將世界安置佇迄個頂面，伊保守因忠信子民的腳步，予歹人佇黑暗中消失，人袂當靠家己的快樂較贏。對着上主的人會受拍喙，伊要對天用雷降恩，上主要審判全世界，伊要賜快樂予伊的君王，予伊所競選的頭也懸懸。上帝是賜安息予世間人的主，伊永遠絕對無失敗，因為伊是安息日的主。耶穌基督傳福音的期間，時常聽到伊佇安息日中間做這個做迄個，結果就受到祭司啦、法利賽人啦、經學師啦，這個人對伊的不滿啦吼。
这是因为因对伫守安息日有所误解甲偏见。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第7章19、19、24节讲着：摩西兼无互恁律法，不过恁中间无甲一个遵守律法，是安怎恁想要杀我？阮将因讲你着看着鬼，阮什么人想要杀你？耶稣对因讲：我简单做一项代志，恁就拢感觉奇怪。摩西命令恁行甲咧，恁嘛伫安息日甲人行甲咧。事实，这个礼仪毋是对摩西，是对恁的祖先开始。既然恁为着要守摩西的律法，伫安息日甲一个查甫囡仔行甲咧，安尼我伫安息日，互一个人的病完全好起来，恁是安怎对我受气？毋通看外表判断是非，着照着公正来判断。有人得到安息是上帝的旨意啦吼，家己得到安息是上帝的恩典。守安息日是因为纪念上帝创造的恩典，纪念上帝带领出埃及的恩典，带领咱出黑暗痛苦，进入伫光明所应当做的。一切所有为着家己的利益的事，拢毋通做。但是爱做迄个互人得到安息的代志，伫安息日更较需要去做一项互人安息的改变。诗篇20篇祈求上帝，愿上主伫患难的日应答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甲你藏伫悬的所在保护你，愿伊对圣所帮助你，对锡安扶持你。愿伊会记得你一切的所在，接纳你的烧化祭。愿伊照你的心所爱赐予你，成全你一切的计划。我要因为你的得胜唱歌，也要奉上帝的名庆祝你的胜利。愿上主成全你一切的祈求。但我知上主会救伊选立的王，会对伊圣的天来应答王，用伊正手的气力，互伊大胜利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毋过阮只有要看靠上主，阮是上帝的名。因会抬师倒落去，阮会太赢徛在在。上主啊，求你互阮的王胜利，阮求的是求你应答。感谢上帝赏赐安息，也互阮会通领受这个恩典，嘛呼召阮成做安息日的同工，互人得到安息。求主帮助阮明白安息真实的意义，并且愿意成做实践者，毋通成做主动者。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